高雄去年8月公布火灾预防驻地条例的修正案，甲5楼以下一般人家厝列入去爱斗这火灾警报器的范围。那准无到考验了后，也是唔改善，对9月初开始上悬会当罚到3万块。目前高雄呢，还有5万户也未到。就是这政府分的，政府分的。 民众提出火灾警报器，讲这是高雄市区分的，因为伫咧领到进前，家己都先开钱买转来投啊，所以就留咧备用。经过一年的宣导，高雄市对9月初一起会针对5楼以下一般主体，若是无到火灾警报器，经过考验佮无愿意改善的人开单处罚，相关会当罚3万块。有民众讲警报器真正爱斗，安尼安全才有保障。 政府未补贴的时阵，阮囝拢买转来装啊，阮可拢共装咧，装免钱的咧，为着人的安全无。大约是67万户，那本局已经补助约62万户的每一户1颗助警器，那剩余的均是这个空屋以及拒绝接受补助的。 住户大约是5万户。消防局表示，以今年来讲，因为警报器即时通知降低火灾伤亡的案件，拢总有24件。目前高雄的警报器发放率已经达到93%，针对也未达成的7%，会来加强劝导。不过有立场建议，干那看发放的数字未准，爱确定警报器是毋是有真正斗起哩，安尼政策的推测才有意义。有第一线的同仁咱较辛苦的，咱到第一线的时阵，咱就直接来帮咱的居民来帮伊安装，毋是讲互伊签收。 是咱帮安装好，安尼教室来安装确实会当保护到咱居民。消防局讲，目前也无开发的案例，后续会针对要发生火灾主体加强巡查。立场也建议，巡查时阵要去了解警报器是毋是斗着所在，也佫有电无，避免拄着状况，速步发挥效果。记者郭家祖、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